新年快乐！我是王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大会。今每年初三，出面大会呢有大家来到南投，看到俺后背了解南投嘅音乐摊，看到了片嘅风景，真正系山光水色，非常安详哦。到公园新春期间，向前朋友来到南投，到底有哪啲客种嘅文化自然，然后讲山羊文化，做啲去了解咯。看看了大部嘅生态丰富又自然多年咯，做啲抢到大家来到了大部好好的认识下。今日出面大会呢，要抢到南投人政府旅游处的处长，还有南投嘅旅游专家，来到大家好好说分明。你哋下音天去到开会现场，开会了。大家你下到来到呢开会嘅现场哦，真紧动奖。今日年初三哦，祝福大家都新年快乐。影片呢也为大家咧扫街，今日参加嘅贴皮里边哦，也长期到咧为大家咧拜年咯。第一回呢扫街系南投人政府观光处嘅处长汪彦忠汪处长，新年快乐。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南投县政府观光处长王元忠。欢迎处长，咱家听友里边呢，佢系专门到南投，两万内位到行条条，佢系旅游谈日，扫街嘅系练手法练线上，新年快乐！各位好，我是南投旅游达人连秀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真紧动奋起，年初三了红日了哦，大家做啲天气强下，讲到了南投人哦，佢唔但像有山有水，系而走好为所之外，也有文化古家，有一啲客家嘅种条，有年出名嘅部落，还有东丰富嘅生态资源哦。一啲也啲呢，台湾办理25年嘅台湾灯会，今年系第一年度南投来办哦。了到底南投内底好旺好料嘅所在，当然也会基本好好咧抢专家咧到大家扫街哦。处长，唐讲了顺序咧系第一年度，呢南投咧办灯会哦。佢吼系唔系呢啲有人政府上系做好事，心情咧好好准备了解嘅年宵嘅灯会咯。25年来南投特别来办嘅灯会据说南投上上下下大家呢就有办喜事嘅心情来办嘅灯会那今年的灯会呢，最大的特色呢是在马年的主灯。这个主灯呢，它的高度呢有23公尺那是几个呢？差不多7层楼暗沟特别是给堵方给灯的回路有5200个回路那回路越多呢，表示它的灯光的律动呢是会变化非常的精彩多姿所以今年是马年，了解主灯马金马，佢系金奖别人哦，真紧说动作你还准备好了吗？刚在整个工地呢，目前呢是非常的紧锣密鼓在施工那预计会在2月10号左右来完工。所以咧过年期间大家出门去玩了，等到咧正月半个时间，真紧动荡嘅灯会就会登场哦。当然呢，下下你先来好好先来看一下那个灯会记得好准备嘅情况，闹热嘅情况，还有几多大有几奖。一辆大型嘅船型花灯出现喺南投世界府里，将看到三旗之光，大家同心合作，有人负责木匠顺身，未有人认真嘅做天主嘅，将大船花灯种到又排场又结纳嘅。那我们有这个完成呢，名嘅温度公把破嘅花灯都有意思。这个东西都很难做，你看眼睛这个你下来这个脚这裤裆这还有一个迄个这鞋，这种是用搞的，不是真正这爱这查某囡仔真欢喜，公就爱就欢喜好高兴哦，对吧？因阿公呢，都爱老岁仔嘛，总是爱较袂调，莫啦，所以讲伊这表情拢走出来，我点了地雷认真今年台湾花灯第8地南投举办，县政府特别规划3期花灯专期。
本因为表现同好嘅社區共下嚟參加。事實上，唔但參加社區，也辦沒有各種帶動全球嘅學生嘅做創意發展。有吊燈嘅帆布發展，沒有從專上用嘅經驗嘅立體發展，從教育做到職內嘅，也對學生嘅創意發想，每本大家都懂成熟。我們定調的一個主軸就是第一個，當然不要浪費學生時間，所以我們要融入課程。第二個主軸就是我們盡量用便宜的素材，然後用我們在地的素材，能夠讓孩子自己來參與。大型嘅調查，天天嚟調起今年注定嘅言行基礎，溫和細過後，沙定大字拋位，建築按錯睇點順勢完成。今年注定係用古推明碼戲劇化去崇優山嘅設計概念，無論係構圖也係用途，都會按到年類大頭樣嘅。它總燈光系統高達5120個迴路數，過去都是2000個迴路，那麼這次增加了那麼多，可以讓我們主燈更加璀璨。今年係馬年，同時台灣燈會係啲南投，故所呢今年特別設計咧也東燈影下嘅實體燈，為啲2月13日，為啲南投嘅四大會所開始來發送。小朋友請注意看燈嘅細燈籠，今年特別設計華南邊貨有燈影下嘅細馬嘅。市長局做地遊類遊戲，除體用款呢，還做地用錢呢。本細馬嘅燈籠同民眾還卡有互通，也辦媒特別加強嘅浪漫嘅元素。剛好2月14號西洋情人節也是元宵節，所以呢，我們就是特別把愛心這個元素放上，那整個配色也是走比較浪漫的粉紅色調。今年燈會為第2月14正式舉行，假期風情萬種，每等大家親身來體會。來一轉台灣燈會，還卡做地安排去府區內嘅永鎮內旅遊行場190年。像那小紅愛小紅了台記的馬哦，就會又講到了set動醬哦，好像有這種七彩雲朵的心情哈，心情做得快快樂樂的講嘢，啊家己動貼片啦，還是用輕快的步伐，做得用成日見那行也做得哈，愛用大年圖那行，像係大跳狗，像寵物愛用送到街路也動貼片吼，途中愛敲門一下，你啊馬哦，佢也是按到佢主席度哦，有辦有一個2014的，還有什麼個意思哦？ 2014哈，也就是愛你一世哈，所以今年呢是2014，那特別是燈會開幕呢是在2月14號哈，也是西洋的情人節哈，跟我們東方的元宵節碰在一起，所以今年呢我們的燈會是愛你一世，是以愛作為主要的元素啊。這個小花燈哈，它發放哈是在2月13號到2月23號哈，在燈會的現場哈，有分為4個地點來發放哈，是每天的下午3點鐘啊，在4個現場來發放哈。其實了解呢，到南投盤嘅台灣燈會哦，佢個主要場所也有20棟特別嘅會所，看到佢主要嘅燈氣係到呢看到嘅中興會通2大波，一邊電視上啱先會搶門哦。 到南投2大波棟特別嘅會所，基本帶強有很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它還有過去民國30-40年國民政府在這裡當時的一個臨時政府的一個省政府基地，這樣一個很特殊的歷史的場景跟舞台，結合這次的元宵燈會，是不是一個噱頭？怎麼樣可以看出它的深度之旅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別的地方的燈會啊，大部分都在一個據點在舉行。那我們這次就是整個是一個中興新村，是個大公園。 那這是在遷台來以後才設計的，全部是英國的設計師，然後它有地下的水道，所以它的裡面還有囊底公園，那裡面你已經在一個森林公園去遊玩了，然後其實它還有一些地下的隧道，所以其實我們在中興新村本來就是在假日的時候，就很多人都會來這邊散步，那尤其是主燈區的中興會堂，它前面是一個大操場。 然後那個我們的主燈這麼高大的馬哈，在那邊真的很吸引人。就從連線上所講的哦，你主燈區有7站了紅果嘅金馬，都係殺到你中興會通了太鈔票嘅會所，基本上體面檔都得看到了金馬，呢度田內下也有做得輕鬆了開跳擺吼，所做嘅了當地美嘅通途都得行吼。 看看主動愛有搶門，從那邊出的主燈之外，也跳妹北偏南偏係咪也有冇像個燈會做得很輕鬆？啊，是的，因為中興新村它本身是一個大的
花园哈，所以我们在北灯区，也就是原来省府的入口哈，有设了一个北灯区哈。那北灯区包括好几个灯区哈，从国道3号交流道下来呢，那国际狮子会呢就设了一个狮子精神灯区哈，然后再进来呢，南投县的原住民呢也在这边设了一个原住民灯区哈。那特别是宗教灯区、观光灯区呢，都是在北灯区。好，所以按用通旁夯起咧夯一定哦，可能还用英语嘅时间，天天咧搞，天天咧夯啦吼。不过连线上嘅抢门哦，从政府时间咧到南挑哦，你可能快时公园过街，大家出门翁了，那个人车在路上走都还挺多的。我们要怎么样避开这种人挤人、车挤车的那种车潮的盛况，然后可以找到比较畅送、比较慢活的旅游方式呢？其实是旅游方式每个人都不同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出入的时间很重要。第二个，不要每一个点都站一下立刻就走，这样子的话，你会在塞在车上的车上的机会比较多。那有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休闲场所，待久一点，尽量放松心情。像我们这一次比较适合的话，整个不要光在灯区啦，可以多做2天1夜的旅游行程，可以走乌溪线。就可以到埔里啊，清境啊，还有合欢山，这条线一向都很漂亮嘛。所以其实那种南挑哦，不会只短暂的停留，它其实很多的宝藏等着大家去挖掘。它就可能做在又动火搞为素材，从挑下连线上又少改到吼，贵张南挑染冲杯做在翁寮岛南片，看到哦，也系电回去哦，我们南投中心新村俩打波，走在了之外呢，都北偏你看到有乌沙布利，走在去亲近农场、奥万大，俩都系算系国际有名嘅景点哦。还看呢，向南片呢，你有看到走在多俩嘅水利新义，还有冲白亮，俩打波就会动到好高嘅素材。其实呢，累到俩南挑轻松电回之外，多带还有奶钓、好翁、好料嘅好味素呢。先挑个样片，图大家先去看一下。喺啲南投新義鄉嘅同福村，其實當年正月初嘅時間呢，鴉片呢都會開到1度嘅梅花，因為鴉片就係梅嘅山季哦，到嚟3-4年嘅時間，每時嚟到梅嘅。其實新義鄉嘅同福村地區，沒有一個銅陵沙溪，也係一個牛坪嘅客家總頭哦。到底也嘅銅陵沙溪地區有乜嘅好食好料嘅呢？帶大家向下嚟去看啦。先把番茄洗乾淨以後，把這個蒂頭切掉。沙琪媽媽用心嘅睇家政版嘅版種，高檔品菜嘅做法，一步一步好沙琪就會推出嘅鳳梨菜料理，對準備材料切菜料理都擺盤，大家上課好時，希望透過特色鳳梨菜，上到客家島嘅人客嚟沙琪參觀。食材是利用社區的產業自己在地的食材，就想家政班想研發說把它做成料理。像如果想來社區參觀的話呢，就可以訂餐。銅陵沙溪嘅主要經濟產業係高山嘅熱田青菜，那位一項係當年10月底到高天年10月底會生產嘅野生草籽嘅，一排一排金黃色嘅草籽嘅，日頭曬着過後就做得係食用嘅材料，不過也會吃得無安貴。因為它都是從原始森林採收回來。自己再加工，比方說削皮，然後曝曬。那在我們這邊大部分你看都一顆一顆的，就是比較完整性，就不會說買到假的。嚟到銅陵沙溪，前提別咧就會愛嚟體驗食草籽嘅，前從有愛先準備有礦物質、老毛有款嘅冷滾水，也係三千水。過嚟將병意野生草籽嘅高麗沙布，병到水度嚟食。不過食草籽嘅也是個有優良嘅喲。可以這樣搓，把裡面的膠質全部搓出來的時候就完成了。草籽嘅40分鐘過後，個병啲嘅鉗凍過後就完成咧。嚟到沙溪，除睇咗地設架類似困難，用嚟食草籽嘅，還做地去用上下嘅公共茶葉，一片色茶，一片輕鬆好公見。種茶嘅地方吼，嘛差不多要到1000-2000嘅海拔吼，所以吼本來就係茶就種地較高嘅
蔬菜吼，迄落本身就较好啉啦。像遐事先按酱料嘛吼，啉落吼，感觉哦，那喉咙就是有一种很甘甜。优惠拍1300公尺卡价嘅观光茶园，唔但抢是贵甜食东都好，为到做地带通公共沙基度每种嘅贵前头嘅沙库拉，变做新英雄嘅媲美后花园。那最主要的种类就从一开始的三樱花，然后再来就是接八重樱，然后再是富士跟吉野这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花种，从红色的，然后一直到转到粉红色这样。有顺普景观嘅童年沙期，万乃嘅都有第二下嘅宴会气息，唔但唱有上年嘅景色，含加甜美沙期嘅法律，讓用上下嘅童年沙期，上年嘅素材，每點大嘅人下嚟到呀，慢慢嘅用數同體會。原来哦，都安尼南投新义乡了解统领沙期哦，真正了发阿慢酱哦。严老师，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之中哦，看到了解统领沙期，其实它是一个很淳朴、很美，也很具有原始味道的一个小山村哦。多带安尼乡亲对都了解无运用的翁了为汉卡又盛起，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玩才能够深入这块秘境？桐林社区啊，一向就是非常漂亮啊。那我们早期那时候还没在推广的时候，我自己就把它当作私人景点啊，就是私房的景点。那现在如果大家要玩的话，我仍然是觉得还是要避开最重要的塞车期的，因为它那边虽然很漂亮，整个是一条线，那边有玉山茶嘛，刚刚还有看到爱玉子的活动。那个人啊，要再提早一点，就要先停好车，再走进社区。因为有些人还是会习惯一定要开到社区里面，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塞得到车。其实它前面有一些停车位可以先停好，然后走进所谓的玉山茶园里面。那整个桐林社区，包括我们自己不是走东浦的主线，它旁边有一条小的乡道可以绕到桐林社区。那这地方呢，所有的樱花都开得很漂亮。这样。所以其实楚总，你要打不？又匮乏，也又像乒乓和爱玉子这样子一个产业，做得实际去体验吼。不过从天头利用线上也就讲到一个位数，因为去到下铁拉沟的位数，可能为这个时差也系讲错有难差，也系下困难的。整个工业世界，大家都贵妇台学全部为突突全部都忘了，从安用系咪交通方面又下冇里边，你有想过用个改革了方面嘅问题冇？啊，当然这个桐林社区哈，它非常的漂亮哈。那特别是每年哈，嘅春节的时间哈，有按当年的这个视察来哈，因公所呢有派个接驳车的服务哈，在往这个桐林社区的路上哈，我们有设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哈。那各位好朋友，你自己开车的话，可以把车子放在停车场哈，然后搭乘这个接驳巴士进来桐林社区哈。我想这是一个让你更轻松哈，来桐林社区游览的一个好方法。电信上，一条好又讲到，如果说我们要玩得轻松自在，又要跟别人玩出不一样的路线，像你带了那么多的团，你自己也跑遍了各个地方哈。怎么样玩？你现在有一些什么私房的诀窍、秘诀，可以跟我们在现场朋友分享的？像如果大家都觉得亲近农场这条线很塞车的话，那我就建议走国信地区所谓的我们都讲蓝色的咖啡轴线。那边不但有客家文化，还有打石文化的地区嘛，它那边很多不一样的咖啡，非常的好。那其中也有赛德克巴莱，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国信乡跟仁爱乡的交界有赛德克巴莱的文化嘛。再上去还有惠春林场，它也整个路线都跟别人最主要的塞车路线并不是在那边，所以有时候我在过年期间或者星期假日，我是比较会往这边走。不但有咖啡香，还有香茅，很多种客家文化，客家菜又非常的好吃。是哈，所以要讲起咧，不但讲究山呀，又文化，也又和谐的料理做得是，就下你都统领沙起来看到，然后不但像河水咧系客观的一种山景条件啊，也偏改阴。hem係土地清，伊也清人兒，hem係應該感情就去安尼哈種個向清吼，就要看到幾條發展沙起個發通啊，還有駐機也好吼，就係講有媽媽班、媽媽教室幾條做嘅料理，了解應該感情個部分也係唔係安尼南投人政府會推廣安尼南投旅遊吼一個亮點之一呢。没错，就是像主持人所讲的哈，跟南投人的個熱情哈，
也是呢南投最主要的一个旅游亮点哈，特别是给同龄社区哈，给社区妈妈哈，社区的妈妈啊，他们呢服务都非常的亲切哈。那运用当地的食材哈，像高山的蔬菜啊、竹笋啊哈，还有爱玉啊哈，做出农村的午餐哈，哇，都受到大家非常的欢迎哈。那特别同龄社区哈，它的色彩是最丰富的哈。以前我们念书呢都念过桃花红、李花白哈。那在过年的时节到同龄社区来哈，在一片的樱花啊，还有桃花，还有白花哈，然后在翠绿的茶园所环抱哈，所以春节时间哈，这个同龄社区是台湾色彩最丰富的社区。所以按样说，早年厝总所建议嘅，安尼凑差哈，有两张天天送去，天天的老贵翁跟穷下翁聊的还动快乐的事情。还有连老师，像我们可能可以喝到玉山茶，可以吃到在当地最道地的梅子餐。不过吃完了、玩完了、回家了，会不会记忆随着时间过去而慢慢的淡忘？如果说我们要深刻铭印记住一个地方，你有什么好方法？我们自己用的好方法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多做一些体验的行程，让你感觉你来到，其实你没多久就喜欢这个地方，爱上这地方的时候，已经把它当家乡了。所以你当离开的时候，你马上又想家了。想家的话，没多久就会想赶快再回来。这每一餐是这么的丰富多汁，对不对？甚至我们讲的贵鸟就这样，都是在我们信义乡这边嘛。然后如果你再吃到的话，你会想来在这边吃。最新鲜的是在我们水里信义这边客家原乡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要把旅游的地方当作故乡，那你才会更喜欢这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某种特殊的体验的行程，一定要慢慢在推广。那你觉得哈，你下通你啥去改体验攀山走了又哪的吗？这些体验行程，你觉得还有些也要给什么建议的吗？我自己有参加过一次桐林的那个制茶的体验行程，但是要2天或3天。那你整个已经跟玉山茶产生了关系了嘛，产生了感情，你自己泡自己煮的、自己制作的玉山茶，那你要分享你的朋友，结果你当然每到该做玉山茶的时候，你就会想再来走一走嘛。所以像这样的体验行程，我是觉得最有意思的，最能够感受我们客家风情。你到南投啊，南投呢跳过都经过9年日台体统，也经过了河北界凤菜，也土鸡凤菜应该送回。不过南投菜店因记到动健康哦，你在线界力量，你是讲因为安尼大家都看到。其实呢，安尼跳过出面台府也从着集中度位热度，俩南投咧讨论了偏共同议题，都发现到，无论是安尼个客家乡亲，也讲了条要改因出面普罗个出区，所有改因也好，都俩南投因都看到。非常按感同应该人民嘅生命力哦，所以呢度俩过年时节特别为烧界了解南投本大家看到佢嘅生命也代表呢台湾嘅一种进行。你先去看下，两批个转来继续来看，俩南投到底还有汉卡声音，大家你来好好了解深嘅为啥。乡亲朋友，嗰陣到出面台會嘅節目現場哦，基本呢演出上，萬嚟維都係喜洋洋，呢啲下呢佢講嘅現場係來到南投，呢講到今年嘅台灣政府係到南投染對盤哦，希望這個是馬走13方，因為我們南投縣有13個鄉級嘛哈，那個13鄉級之中呢有黑種，也有演出面譜咯哈，有山有水有文化歷史，也有和諧有豐富嘅產業哦。從班中呢，啲紹介到到南投，做得去乃為分享電費，做得去到乃為來群掠到三公水色。啲下半中呢，也會討大家紹介。你看到其實到南投啊，它還是一個花香處處的縣份，無論係人煙四季，乃時節，乃隻鄉鎮都有幾條鐵山嘅花卉花種哦。你看到包含像係牡丹花、桃花、白花，還有呢梅花，還有sakura。
汉卡呢，了下藏野西挑吼，了萨库拉天天咧也会匮乏的哦。当然藏野西街就了解美发，挑过呢了南挑美发未开到动脑哦。因为台体简单看一下，包含像系全南挑人又是上相机，看到羽毛香啊、杏香，了田痛芳又了个萨库拉冻酱哦，粉红水风色个。汉卡你看到桂香香，南港村了大波，也有看到美发挑过未开。汉卡呢，天天呢了到草墩啊，南挑是了大波，还因为你水里也看得到了各种嘅发肥吼，因就来看哦，就了南挑又来到客家风情，又来到客家嘅发，大家大家来好好往了欣赏嘅。公園中一扎一扎細爪嘅絨毛變到隨嘅杜康，隨嘅下背係容易膚質起火，所以也係愛做馬雞嘅咯。嗱一下就係愛嚟插一嘅絨毛嗬，一就係清純同嘅肉絨毛嘅絨毛油嘅粉色哦。嗱一下呢要感覺到一肉係動小嫩咯，係要咧一嘅要睇到動向嘅意思，用錢係要唔做得嚟試看啊！絨毛變到隨嘅杜康。透過下背嘅腹嘅水管過後嘅水氣沖上來，湧出絨毛精油。掠都係有水分離桶，有水分離桶，水較重，就會滴下背；油較強，就會破起來。破起來，而家個高度吼，就會流出來。你掠濃度都係你嘅香茅精油。過去南投嘅新鄉本來係世界絨毛油嘅重要產地，天天時間同產業變化，天天嘅沒落。不過當地嘅鄉親稍微都會將絨毛產業重新發展起來，鼓勵設立絨毛工坊。嚟到也除咗做得了嘅焗絨毛油嘅過程，也就係特別打造細型嘅蒸焗池，本人下用素精油蒸焗嘅氣味，未透過做絨毛精油茶股。進一步本大家了解貴新鄉嘅絨毛產業。長下來嘅咖喱頭，經過脫皮，日頭曬一條鋪焦，調透過後嘅上頭，經過烘焙機起配，變做一點一點，看起來金頭是凍漿嘅咖喱頭，同時未皮嘅到香味。貴新鄉嘅咖喱產業也按多年來開始發展，未認證也打敗嘅地理環境都好，品質一系列都唔會輸本進口嘅咖喱。差不多晚上8點，有冷風經過北港區一直吹下來，我們溫差都大部分晚上溫差都10度以下。那咖啡要溫差變化越大，它的硬度越強，就是好咖啡。食一杯又香又順嘅咖啡，輕鬆從後腦杯嘅好光景，用種人生我演吃菜養親嘅時光。嚟到貴新鄉，當然未會來了解也特別濃濃嘅人文歷史。初現東古朴嘅三級古蹟糯米橋，未講得也特別嘅歷史故事。同時過去貴新鄉北港村嘅山區，宋祖係出產沙岩沙，未嘅打造糯米橋嘅建材。古座文化區為灣嘅當山文化園區，本年下做得來也特別老了。就頭擺遺跡留下來。你阿個那個陳列出來吼，都會講頭擺先人吼，都攏啲啲打石頭，頭擺攏用啲傳統嘅工具，都係從了鐵鉗吼，用鐵鉗來打，用手工樣打出來。由天然景觀嘅貴新鄉糯米橋有限農業區，唔但將保留客家種頭嘅鄉土文化，同樣還有樹立300年嘅珍貴家當神木。嚟到也得未做地風勢享受大自然嘅奮鬥節，未做地參視田標題生活當中嘅案例還有發燒。唔知大家有老愛聽我嘅感講麼？你真正係重點情嘅三生哦，還卡了解豐富嘅文化還有產業也懂相應哦。初中愛搶門哦，從你也係你南條嘅客家鄉親啦吼，從你嘅國鄉鄉，佢有含了解了解客家妹。不過佢老你南條人其他嘅景點類比，佢算係觀光因此客多嘅為數嘛？農村旅遊哈是設定在國信鄉將來發展的一個方向哈。那特別是國信鄉的我們
客家嘅朋友哈，有保存了很多嘅传统嘅文化哈包括这个香茅油啊，包括这个打石文化哈等等啊，都是我们乡村旅游、农村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哈。那我们会把国姓乡设定为是南投一个农村旅游的一个主要路线我想是符合我们国姓乡的现在的优势。林老师，你自己喝不喝咖啡？喜不喜欢台湾生产的咖啡？国姓的咖啡，听说慢慢的也开始有自己的品牌了。其实国姓我们刚刚讲蓝色咖啡带嘛就是沿着这北港溪这条线上，有各种不同的咖啡，也有赛德克巴莱的勇士咖啡，也有客家的咖啡，那当然也有一些北港溪有很多很漂亮的西班牙建筑的咖啡，这条线其实是很适合发展的，味道也很好，味道也很好。所以其实如果一个文化的点如果说要把它经营的非常的活络热闹来讲的话，是不是产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刚刚讲的打石文化园区嘛，那其实比较少人来到这个地方。那当然客家乡亲的美食大家也在称赞，但现在目前看到大部分都是团餐，像我们常常去吃大起社区那边的粿，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平常你买不到嘛。那如果有一个还不错的真的客家文化园区是在那附近，能够让大家能够在那边停留休息，然后喝客家的国姓客家的咖啡的话，那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聚集人数。要不然大家看到很漂亮的三级古迹落米石桥以后，就直接往惠孙林场过去了，所以停留的机会并不大，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下本日学听土豆汉卡球的事件，既然像楚总讲的，你过想用安豆腐的东西，像迄俩糯米条用红糖用糯米来做的桥，听起来很好吃呢像安用个俩种历史的体验，你用本恁咧度俩做得7年代下对，又咱政府俩片又上过嘛个上班，也个杀野出嘛个蹦班，做得溜到你项目。当然这个是要从社区来做一种聚集点那我想政府这方面呢，也希望在每一个社区透过现在的社区总体营造来发掘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加以做行程的包装除了说团客之外呢那透过一些网络的宣传让一些自由行的客人，让一些散客呢，也可以来深入每一个农村，深入每一个社区的文化这是我们将来呢在结合社区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连老师，像你会去打石园区吗？那你会带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客人们到上面去看吗？一般大家都直接走到北港溪那条路嘛，它其实对岸很漂亮嘛，打石园区其实也可以经过那边，那我会特别经过对岸，因为那边的石头非常好看，绕一趟回来。那当然还有我们那个，因为这整条线上国姓有入神祭还有那个抢神宫，对，抢神宫这些这个祭典的那期间，我们会带朋友过去，去真正去看那个鹿茸。所以其实每年的那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带朋友去真正去摘取鹿茸，然后其实客家文化在那边感觉很舒服，大家还会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那你会感觉到来客家的原乡是很快乐、很舒服的。那老师，你觉得现代人会对文化节庆这样的活动形式会感兴趣吗？如果不是这么只冲在那1-2天的话，我觉得民众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大家旅游都是太快了，现在的旅游都冲量、冲快速我一天要看到多少个景点，其实已经有一些已经不再看快速，而且是什么呀？他觉得我来这边是对这边的地方是有贡献的，我来这边会因为这样子种出更自然、更无毒的农特产，那我来这边就不是来破坏，不是每一次车子来排放黑烟、丢垃圾，现在已经慢慢有这样的旅游倾向出现了。是两方，包括是观光客跟在地的住民，他们是可以互蒙其利，互相发挥一些好处的对，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行程出现了。是，其实呢，像安尼今尾流浪街为所系年年摊，也是国际有名嘅景点年摊真紧互相阿慢讲挑过呢，都省政府的死退了，大部都有建设，看到了大部上供水势啦，了个气氛系互相嘅强爽。不过初中讲到了年摊了几项年内因为佢系算系全世界都有名嘅景点呢啦安尼讲也系安尼南投人一个最具潜力的个观光点、知名的点。不过了下看你大家拄到一只共同嘅问题。
都会硬降硬啊，差降差，然后没办法搞一堆啦。穷量部分，敢讲呢，还一个长久以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吗？日月潭真的是一个国际级的景区哈。那人潮很多，车子很多，这是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哈。那我们是更希望说，所有的好朋友哈，能够来错开时间的方式哈，就是建议各位一定要在日月潭以及周边哈来停留一个晚上，然后利用一大清早6、7点钟呢到日月潭来散步，来骑脚踏车哈。我想这样的一个旅游品质哈，除了说可以错开人情之外呢，那可以更深入的享受日月潭的这种安静、这种美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始在提倡说，利用分流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点哈，来利用不同的旅游方式哈，更可以领略日月潭之美。连老师也赞同这样子的说法吗？我非常赞同，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有还有跟那个外国朋友一起来玩日月潭，那他们玩的方式就非常非常早起床，然后不管是用慢跑或者骑脚踏车的方式，慢跑啊，对，沿着湖区跑，对，甚至那时候他们就直接跳到潭里游泳了，非常的快乐。但他们大概10点钟不到哈，就全部又躲回饭店去了。那下午的时候，又蜂拥而出，也出来晒晒太阳，看看日月潭的夕阳。所以人家的玩法并不是每一次都挤在那边游船啊，或者塞到那边，非得坐缆车不可以哈。所以我觉得其实背包客也是日月潭的众多客人之一，大家可以去思考看背包客怎么走。尤其日月潭最好的地方是步道，但大家都在做所谓水陆两用，都没有真正去在我们日月潭环潭步道散步，哇，那走起来路来非常的好。那我们又是 Discovery 曾经称赞我们日月潭的脚踏车步道是全世界10大的最漂亮的步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玩日月潭，就可以避开人潮。既然俩南投真紧好山好水，恁囡仔为平送去心情哦，用行的，是一像跳下心上讲，用做的没做对咯。你天天的行，天天的运送，俩真紧可能吼做得好好体会，你上天本你安好改3寸景色咯。我跳过日团样片本，大家都好好领略一下，俩安等一下改好山好水。漫山漫影，斜拍葵花等意嘅梅花，披嘅到一層一層嘅香味。啲南投新義鄉胡松崙看梅鋪拖山鋪，就像行業人間現金用嘅。當年看梅嘅時節一到，南投嘅新義鄉仲係鬧熱漸漸，現正也帶尾嘅台灣青苔搶梅散期。從啲梅花樹下，成一筆冬天農民種嘅咖比。也嘅泡熱乎，又鹹又順，望見香嘅梅嘅桂花茶，有樣係人生一定沾掉嘅用素。喝起來有一點酸酸的，然後第2次跟第3次就會有聞到那個桂花香。我們這裡也有森林步道啊，可以了解一下我們這裡的生態。很放鬆的感覺，然後那個梅花那種感覺，整個感覺就很浪漫的那種，所以我們就很喜歡這種感覺。嚟到新義鄉，除咗有梅嘅鹽紅紅，顏色嘅稻糯米，前加用有機栽培嘅方式來做嘅加工品。除咗有水鳥送後嘅梅葉，還有梅尖糖做嚟吃手款啊。日本就看他們日本人怎麼做，梅尖總該大媽嘎嘎不好放，攜帶不方便，按那個那是做梅尖糖。其實梅花唔但唱做地鹹鬆甜甜，還做地裝飾昆醬嘅東西。種剪下來嘅梅花，容易將嘅乾氣度加入梅花露，擺啲屋卡也係送禮都當適合。鹹鬆嘅梅花，未體驗過神奇嘅 DIY 法通，生下來就會愛送昆啊當地嘅梅嘅鐵串。睇麻地嘅冰肉爆熱香菇，用到天鍋都空整，配用嘅香菇嘅比件。又皮的又 Q 又軟又成牙嘅梅葉，就係一件梅葉傳統嘅招牌料理。番客家式的那種嘅吉種嘛，來山東式的那種梅菌，它只有一個味道，唔辣，因按呢是懂單調，所以我們就把它加了泰式醬。
店度嘅招牌料理含有葡萄素素嘅梅叶蒲蓉芥、梅花醉虾，含有甜蛋、梅叶糕嘅吉利亚豆。料理设计来用心又松口，大家都食到懂啲嘢。當年3到5日的就計增梅葉嘅觀光區，其實嚟到新義鄉，客家會欣賞當地嘅天然生態同安江嘅風景。嚟到北宮廟嘅景觀區，一線天安江嘅風景都看得到。因為以前來過這裡，感覺這裡很自然啊，然後這裡的風景很美，就好奇怪，就是好像一顆石頭就分成2半啦。另外，草根洞貼片景觀有東江嘅偏麗天空玻璃線橋，雖然一下還蠻開放，俾大家來參觀。不過為了開放，民眾就做得啲線橋上行高山啦，欣賞嚟到天然嘅山啊好風景，望見江嘅景觀就充實應用嘅。嚟到新義鄉，唔但唱做得安排一轉看梅嘅自信之旅。有2000公頃安發嘅有限農業區，未搭得大家來聊聊。楚總咧，聽話看到啲樣片哦，喺跳個正熱跳嘅時節啦，吼，你每發佢就動腦，不過你下公園嗰隻撒下對係乜嘅發嘅嗰隻哦，聽你下對每發下半係乜嘅。過年時間到南條是看嘅sakura嘅季節。sakura你下佢是開花咧哈。到南條有很多嘅地方都有sakura哈，像嘅傳統在魚池鄉哈，在九族的櫻花哈。那這幾年呢，在溪頭哈，就是小半天社區哈，這邊也有櫻花哈。那當然在剛剛在影片我們也看到桐林社區也有櫻花哈。那在高山上就是霧社呢也有櫻花哈。所以過年時間到南條就是看嘅 sakura 嘅季節。不過 sakura 佢嘅花型順住咧，讓梅花也像種細細蕊嘛是動醬。不過你看到跳下嘅梅花產業，它比較成熟了哈，它現在還有開發很多的副產品。像你 sakura，你下如果係講你出面嚟到倆打波嚟欣賞 sakura，它就其他嘅搞嘅風氣就係講做啲實際嚟體驗 sakura，做啲做乜嘅其他東西冇，你下有的嘛？到南投來欣賞 sakura 哈，是有不同的欣賞法哈。像剛剛我們講在魚池啊，在九族哈，這個賞 sakura 哈，可以配合紅茶哈，可以來品紅茶哈。那在溪頭鹿谷這一條線呢，來欣賞 sakura， 也可以在這個櫻花樹下呢，來品嘗這個凍頂烏龍茶哈。那到高山上呢，來欣賞這個櫻花呢，那更是非常的多彩多姿哈。那高山上呢的風景啊，特別是天空的藍色哈，是藍得非常的漂亮哈。那到南投來欣賞這個櫻花呢，就是要輕輕鬆鬆的哈，然後漫步櫻花樹下哈，特別是在魚池鄉有很多的社區哈，在社區的這個小路上呢，也都是櫻花哈，不只可以避開人潮哈，那更可以更輕鬆的來漫步在櫻花樹下。處長說的美得令人向往，然後連老師，那其實你剛剛有提到說旅遊的一個很大關鍵，要讓遊客記憶深刻，可能手作，可能體驗，可能親自參與是很重要。看到我們剛剛看到那養片地圖，梅花就用一起走得變成一種觀賞型的梅花路，或者是注入其他的副產品。你sakura你下走得那類走利用的嗎？因為我們南投縣每個地方都種滿了很漂亮的櫻花，現在大部分都做一件事情，就是櫻花樹下的茶會或者夜櫻，就是欣賞夜間的櫻花，這樣的美景跟前置都已經做好了。那我相信櫻花既然做茶會了，那所謂和果子這樣的點心類的就應該可以孕育而生。這樣子的話，大家會很樂意來參加櫻花樹下的茶會。當然，連老師，我們知道其實哈，你全台灣用夯條條啦哈，在南投，今天借着安貼片嘅機會衝下哈，椰樹山嘛哈，大家先去安分析。你做得個最末嘅時間到，你嘅各種朋友分享啊，你自己呢？你怎麼玩南投？有一些什麼私房的路線、私房的心情，會有一些不好對別人講的。現在趁着這個機會，可以公開透露的你的玩的秘密跟訣竅。那我個人每一次很多人那個 radio 啊，還有節目來採訪我的時候說，你是南投旅遊達人，南投哪裡最好玩？那我都會真誠的跟他說，跟你喜歡的人，跟你親愛的家人，
快快乐乐出去玩，那就是最好玩的地方。那但是不要因为稍稍有了塞车，或者稍微吃不太顺啊，就生气，那一天的心情就坏掉。其实我觉得只要放松心情，在个地方，多待一会啊，体会他们的文化，多跟人家讲讲话，这就是非常好玩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而且可能出发前、行前的资讯收集充分一点，也许就避开那个尖峰期，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自在空间跟快乐感觉。否则可能塞车就会毁掉你一整天的心情。所以资讯充沛很重要了哈。用初中，你了下读南投做谁啊？安动年呢哈？有时候公务那么的繁忙，压力很大，你自己又很勇办搞南投呢？当然，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哈，就是说。出门前你多做一点功课呢，那你的行程一定会更精彩哈。那特别现在在网站啊，在像县政府的网站或者其他民间的这个旅游网站，都有很充分的资讯哈。不要凑热闹啊，自己做功课，多做功课，你的行程一定会更加精彩哈。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呢是走合欢山这一条路线哈。那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把车子开到合欢山的路上哈，然后换上运动衣服哈，然后就在这个高山的路上呢慢跑散步哈，然后跟这些大树呢来讲讲话哈，然后对着蓝色的天空呢来做一些呐喊哈，让你呢这个一身的这个疲惫呢，然后一身的仆仆风尘啊哈，在这种大自然的美景下哈，那一扫而空哦。原来楚总系这么感性的人呢哈，用安个缝隙系接近森林、水天然、水自然、偶然磁材嘅缝隙，来好好感受一下南投，然后可能系提供本大家一种新嘅自信哦。然后我们弟兄姊朋友谈到今晡呢个节目出面谈会，同大家呢对实际来到南投，实际呢到南投了解安有生命力嘅为所受嘅本大家，系咪对大家能摆对认识了在素材又到天修呢？因为呢，今年年初三都会希望讲到因为实际吼，每张合作每张推翻嘅国条，因为都肯跳跳哦，都会提供本大家看到也全新面貌嘅推翻，大家用某强嘅兴趣、某强嘅想法，重新来好好享受还有思考，因为安正规安好嘅土地哦，也系今晡因为出面大会，会到了公演过节时节，会提供本大家安充分嘅自信。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当然也为各一摆祝福大家了解马年、乡村、乡台语，感谢大家收看，再会。